大家好，彩虹邨位於九龍黃大仙區牛池灣，係香港最早建成嘅大型公共屋邨之一，於1962至1964年落成。佢以鮮明嘅彩色設計聞名，係香港最具代表性嘅公共屋邨之一。彩虹邨嘅大廈外觀都係以彩虹七色為靈感，佈置色彩主題嘅設計，外牆係七彩顏色為主，譬如紅色、橙色、黃色、綠色、青色、藍色、紫色等等。呢啲顏色咧就非常之吸引嘅，加上咧有幾個大型嘅籃球場同埋地面色彩融合為一體。因此，彩虹邨成為必去嘅打卡景點。我就建議喺白日同天氣良好嘅時候咧，就拍攝，唔單止光線強勁，而且可以帶來美好嘅歡樂。呢啲打卡景點咧喺停車場天台，從地面開始行樓梯上去，大約1分鐘之內咧就到㗎啦。交通方便，彩虹地鐵站 C4 出口步行大約2至3分鐘就可以進入彩虹邨。最後提醒大家，彩虹邨丹鳳樓預計喺2028年開始拆卸，想影嘅朋友一定要趁早拍攝。今日講到嚟呢度啦，下次再見。